好，谢谢大家。也有人问烟供的部分，当然很多人知道烟供是主要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佛教的息增怀住这三个法当中呢，就是在息法消除所有的业障，清净所有的业力的部分。那么做烟供是非常重要的，烟供是布施的一种。那么烟供的过程呢，就是主要呢就是布施给非人类的这些众生，特别呢就是中阴的众生还有恶鬼的众生那么这些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怜。我们人类觉得有些时候呢，就是人的一些问题是比较严重，会觉得人比较辛苦，会这样想。但是非人类的这些众生呢，也是更痛苦。那么他们呢就没有办法得到佛法，也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解脱同时呢，就是有些恶鬼中阴的众生，那么在长达500年或者是长达多长时间，无定期无限的一个时间里面，一直都是在饥饿的痛苦、害怕的痛苦恐惧的痛苦等等各种各样的痛苦，也同样有很多疾病的痛苦。那么这些呢，我们做烟供布施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会得到佛法的加持，同样也是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食物也好，衣食也好衣服也好等等各种的物质也好都会得到，同时他们就感到欢喜，然后也是可以获得一个解脱的机会。所以烟供是非常的重要。那有人问说，今年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做烟供对疫情有没有帮助？这样说，那当然火供跟烟供都是对这些疾病呢就是直接的帮助。因为就是所有的病都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原因而来的，在人类的所有的疾病也是都有一些因缘，那么所以呢，病也是有病的主人，相当就是在那些非人类的这些众生，特别呢就是发出各种各样的病相当就是对人类的一种惩罚。人类没有遵守因果，人类没有遵守就是按照那种正规的一些人类的道德行为来执行的情况下，那么人的贪嗔痴越来越大，然后就因果不善数，善数因果的人越来越少，做善事的人越来越少，做坏事跟造业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整个的世界大多数的人都不善数因果，然后呢就不乐意做善事的情况下，那么就是众生共同的功业就会出现。功业是谁让你这样出现呢？因为这是自己造的业。当然呢，就是在一个人犯罪了，有法院的人就是判决他，然后呢就是关在牢里面，那当然也是有人来去关他陈述他该陈述的所有的这些罪过，相当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所谓的因果来说的话，也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人类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也是有病的主人，相当就是这些恶鬼然后非人的这些魔鬼等等，这些呢也是相当就是惩罚我们人类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就是对他们做布施度化他们，让他们消除内心的这种嗔恨心。那我们就是做该做的这种布施跟功德的话，那他们也是会把病那些收回去的时候，那我们人类众生就比较快乐，然后就比较健康。所以我们做烟供是对这些是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托盘祖亲大圆满佛学会来说的话，就一年都是有很多次的烟供，每个月的月底都是有慈悲力中的法会上都是有烟供，所以非常重要。
而且同时我们在做放生的时候，放生的当天也是在有做烟供，同时在放生的那个当天的下午，在中心也是有做慈悲利众法会跟做烟供，所以烟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以后一定要知道，烟供这个法不是说是很普通的一个法，所以我们藏传佛教密宗的法是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方便法门那么这个每一个仪轨都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呢就以后要记得烟供跟火供是非常殊胜的，有机会参加的话就一定要参加。谢谢大家。